後來繼續來看，全台灣各地頭開始咧欠水，南投日月潭的水位已經落到這個落港到742公尺。當地真出名的燒塔的高架水架已經看現。講頂一屆看到高架水架現出來，已經是5年前的代誌了。工作人員咧清土沙，這是南投日月潭出名的高架燒塔的水架。因為全台攏欠雨水，日月潭嘛，因為安尼水位降低，地調無碼頭，毋若看到潭底攏碧順，高架水架嘛，內底攏看到。對啊，缺水很可惜啦，都沒下雨，好幾次來都沒看到，都是1隻2隻。這5年前挖了1次，枯水期的時候才有挖了，很難得看到，因為枯水期的時候才會看到。鄉親看到高架水架攏出現，講這真難得，因為頂一擺看到這個場景是伫5年前清土沙的時，這擺日月潭水庫的水位降到742公尺，日管處決定擱清一擺，嘛有上下骹這3隻水架經過5冬，擱重見天日。那當水庫水位降至常態740公尺以下時，那日管處將依據標準作業程序，啟動碼頭管制門封閉措施。日管處講，若是水位擱降低，有可能會封閉碼頭，影響到民眾遊湖的行程。面對這擺高水期，水位變低，這毋但影響到邊仔業者，嘛互日月潭高架燒塔的水架隆重看現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